美國總統 Trump 宣布美伊達成停戰協議了後，今仔日台股盤中要衝到45438點，台積電嘛要起50塊。不過專家就提醒啊，這禮拜就是超級央行禮拜，市場對升息的預期有較懸，加上美國聯準會頭一場利率的決策會議隨着要起股，所以來台股有可能會面臨真大波動。美東時間14號，美國總統 Trump 宣布達成美伊停戰協議，15台股開盤就跳起上懸，為44447點開始起，了後衝懸，盤中閣捌來到上懸45438點，倒轉去45000點大關，而且維持高點震動。也那台積電以2360塊開懸，起50塊。盤中閣捌上懸來到2365塊，另外聯發科起365塊，來到4545塊。廣達嘛起14.5塊，來到386.5塊，各大族群攏照起。比較大的利多當然是美國跟伊朗的和談，那第二個就是 SpaceX 順利的 IPO 這目前看起來台股是氣勢如虹，但是大家也要注意，接下來是進入所謂的超級財報週，那還有就是聯準會的這個會議哦。不過專家嘛提醒，國際金融情勢6月下旬雖迎接挑戰，包括15到16是日本央行利率決議。轉來看2024年7月，因為日本央行強行升利息，引發日票套利交易，台股在迄年的8月初5落1807點，是歷史上破第2低。也那即馬市場對升利息預期是真懸，可能會讓日本關鍵政策利率來到1995年以來上懸的水準，引發套利交易。那短期可能帶動資金回流日本，對亞洲的股市跟新興市場的資金呢，就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壓力哈。那但是呢，如果說從中長期來看哈，那日本經濟跟薪資成長的一個穩定，代表日本擺脫這個通縮啦。另外，學者嘛提醒，目前6月17新的主席華許主持的頭一擺美國聯準會利率決策會議結果還未出來，國際金融情勢會使觀察美債殖利率敢有降落去，也有 AI 的投資趨勢等等重要的指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